啦，今期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有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4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2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2。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7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7。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1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1。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1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1。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7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7。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4。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28號 ，and its draw number is 28。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4號、7號、21號、32號、41號、47號，而特別號碼係28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意3張機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8，又或